嗱，香港嘅各位領導各位官員，你哋好啊！然之後嘅話上個視頻我就做咗一個視頻就話學做中國人真係有咁好然之後咧喺呢個視頻其實我想做多個視頻嚟討論呢個學做中國人嘅話題啦，係咪？然之後嘅話，因為我最近呢段時間一直喺呢度睇呢個風雲嗰個頻道啊。其實我覺得兩位先生佢哋對於中國社會個理解同埋觀察係非常全面嘅，因為佢哋其實係唔單止係提到呢個中國共產黨嘅行為，然之後佢哋都睇到咗嗰種中國人個心裏面黑暗嗰一面啊。所以其實我個人覺得真係其實香港好多官員或者係領導真係要即係要多謝呢個風雲谷頻道啦。因為阿爆山同埋陶生佢哋使咁多時間去提出佢哋唔同嘅見解，可能佢哋有時候個語氣就略帶住呢個比較嚴厲個批評，但係其實佢哋所產生嘅效果係好嘅，因為點解呢？因為佢哋可能係避免你哋誤入歧途嘅。其實喺我睇來係咪好似啲利用權力去蝦蝦霸霸個行為，其實唔係學做中國人嘅行為而係學做呢個古惑仔嘅行為但係我哋睇電視或者係睇電視劇，我都知道嗰種蝦蝦霸霸然之後到處撩事鬥非個古惑仔，邊度有好下場㗎？係唔係？所以嘅話，其實我哋覺得即係無論你手中有冇權力都好啦，其實我覺得如果你係想利用權力去霸凌其他人或者係為難其他人嘅話，可能根據我對於中國社會嘅觀察嚟睇，可能效果唔係咁好嘅，或者係代價好大嘅。因為其實根據我個觀察其實有少部分個民眾佢哋真係唔怕啲官嘅，因為佢哋心中覺得啲官個道德好差個，並冇乜嘢好高尚個。咁如果係咁嘅話，所以其實如果係香港個某些官員如果好似向啲古惑仔嘅風格學習到處蝦蝦霸霸嘅話，其實今次會為你哋帶來呢個生命危機嘅。所以嘅話，其實我覺得某種角度啦某種角度嚟睇，其實你哋真係要多謝風雲谷呢個頻道嘅。可能雖然嚟講佢哋兩位主持人佢哋成日話呢個吸水係咪？但係其實某種程度嚟講佢哋心中都帶住好多呢種關心或者同情心喎。點解我話佢哋有關心、有愛心、有善良呢？因為佢哋係唔希望唔希望中國香港誤入歧途注意我講嘅係佢哋唔希望香港嘅官員誤入歧途，走上一條錯嘅道路佢哋係對於中國社會有比較長時間嘅觀察同埋了解啦，係咪？然之後用佢哋嘅話嚟講，佢哋都領教過啲中國啲老千或者啲古古惑惑個人士對佢哋一種社會或者人生個一種造成個經歷啦，係咪？咁從呢個角度嚟睇其實佢哋能夠發自肺腑之心，不斷咁提醒，不斷咁提醒，不斷咁修正香港官員某些比較激進嘅行為，或者係比較誤入歧途嘅行為，其實可能係間接從呢個效果嚟睇，可能係挽救咗好多條呢個香港官員嘅人命喎。因為如果某些香港官員可能太過分去欺凌他人，去利用呢個權力為難他人嘅話，就好有可能會面對好似我上一條視頻向大家展示過呢種報復官員個呢種好慘烈嘅現象啦，係咪？但係可能講到呢度，可能有好多香港朋友可能覺得我吹水就唔係好信，係咪？咁如果係咁嘅話，你就不妨喺呢個油管就係呢個 YouTube 上邊就搜一搜呢啲就中國去報復啲官員個視頻。其實我是但咁樣搜下都有好多㗎。然之後我仲發覺其實有好多即係我係國內嘅呢個抖音睇到，但係又係呢度係睇唔到嘅。所以證明咩呢？證明其實中國社會有好多呢種報復公務員或者叫政協委員或者係呢個警務人員
或者係呢個官員個好多行為嘅，其實有好多好多呢種現象啊，係咪？所以話你諗一諗咯，點解喺中國嗰啲官員係咪？佢哋又有社會地位，佢哋有貪污咗咁多錢，點解佢哋一定都要離開中國呢？因為佢哋知道啊，佢哋做個衰嘢啊，其實好多中國民眾睇喺眼裏面啊，其實好憎佢哋個，所以佢哋知道啊，佢哋有日都會面臨呢種不幸嘅下場喎，所以佢哋點解會貪污咗錢之後嗱嗱聲離開中國呢？因為佢哋心知肚明嘅。中國有一部分民眾或者叫少部分民眾真係比較即係好強硬、好殘忍啊！但係因為中國人口基數多啊嘛，係咪？所以呢個小部分你哪怕可能你比如話1000個人當中有一個係極端嘅，咁都有140萬。大概百幾萬個非常殘忍嘅中國人嘅，係咪？所以嘅話，其實從呢個角度嚟睇可能即係我覺得可能香港嘅官員仲係保持翻你哋以前個嗰種風格風度翩翩講嘢比較斯文禮貌按照呢個法律法規去走帶有呢個人情味然之後着住件西裝我覺得可能呢個會更加去會為你哋自己贏得一個更加安全同埋幸福嘅未來啦，係咪？你諗一諗，你比如話退休之後可以開開心心去全球去旅行或者過嚟中國大陸呢邊同中國啲年輕人係唔係交流一下？然之後我哋中國嘅年輕人又咁欣賞、咁認可你哋嘅話，咁至唔係一個好好嘅結果咩？係咪？但係相反，你如果係好似學做嗰種一部分當然都唔係所有嘅中國官員都咁衰格啦，係咪？咁就一部分個中國官員嗰種風格嘅話，可能你慢慢可能就會即係為自己惹來好多啲麻煩或者係唔好嘅代價啦，係咪？所以嘅話，其實我覺得某種程度嚟講真係要我哋真係要多謝風雲谷頻道，即係為香港嘅政府或者叫香港嘅官員提供咗好多非常呢個有建設性嘅呢個批評啦，係咪？可能雖然講有時個語氣會重咗少少，但係呢個從避免你哋受到呢種報復嘅角度嚟睇，真係好有幫助嘅。所以嘅話我都喺呢度再一次感謝風雲谷個頻道感謝鮑生同埋陶生提供咁好個人生素材，然之後為我哋去提供一個非常特別嘅角度去理解中國人同埋中國人嘅心理啦。咁好啦，咁呢期視頻就先分享到呢度，然之後非常多謝香港朋友嘅收睇，非常多謝晒。